年母。也是要甲我交代，唔是啦，你是为着好家的祖先了。我对好家祖公啊已经会得交代。文仔，文仔，阿母，文仔是安怎？无啥啦，我讲话吼，伊淡薄仔误会啦。我听啊，想到吼，恁安尼翁仔某无相喙，我是想讲吼，恁安尼冤冤的着煞，问题遐尔啊严重，我也毋知。阿母，这也免你怪我啦。自从我嫁来恁何家，洗衫、做饭、饲猪，大一项我无做甲到。啊，毋过文仔也是无满意我哪法度咧？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好媳妇。我嘛替恁何家信一个保重啊。文仔也从来毋捌对我笑过，伊心肝内敢若有手指那尔，根本就无我。无啦，无，我无恁来你哭。阿姨，我自细汉就无爸爸，无妈妈，我是一个孤儿，就无享受过爸爸妈妈的疼惜。今仔日有阿你，有阿姨你安尼照顾，我就感动，就想要哭的。够可怜的。阿姨，我住在这，爱开足多钱吼。哦，你是讲你任何的问题哦，不要紧啦，你放心，阿姨会处理吼。阿姨，当我处理了，我已经要打拼赚钱来还互你。阿姨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表演迄个节目表演甲足赞、足好的呢，足侪人都爱看呢。有足侪人客啊，定定会赏我钱，我拢要甲伊欠起，拢总还阿姨的。哎，你手是安怎？哪安尼？无啦，表演时阵放的火去烫着，我已经灌谢啦。团主吼，一定过来找我去表演，我一定要较更好起来。清平啊，你的团主吼，袂过来带你去啊啦？为什么？是毋是我这个表演无好？阿姨，我袂搁再跋落来啊啦！问题是你的脚，我会安怎？阿姨，我的脚到底是安怎啦？你有一只脚已经破相啊，你袂当搁甲团主斗趁钱啊啦。我不要你！我不要你！我不要你！啊！我不要你！我不要你太低了！我是人啊！我不要你太低了！我不要你太低了！我不要你啦！可怜啊！可怜啊！啊，最团做真济年啊，吃苦，啊，即摆
逐工冤家，冤袂煞，袂走，我安尼好好。看后世人哦，我才有法度抱第二个孙。阿母啊，你若遮暗还无爱困啊？家内事毋做啦，毋较奇怪。查某人爱管东管西，袂讲我管了伤多呢。安怎？我管你袂赢了，我哪里管你呢？你甲听好嘛，你甲听好嘛。咱讲叫伊去困，电都玩甲遐尔厉害啦，我还没哪困会去。阿母啊，莫管遐济啦，莫管因啦。我嘛无想要管伊，我干那想讲吼，要搁甲我抱一个仔孙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这叫做皇帝无急，急死太监啦。你免当咧自找烦恼啦。哎呀，再会啊！你最近安尼透早就出门，暗才转来，是咧无闲啥？我去陪伊照顾迄个青田啊啦。迄个青田足可怜的呢，伊个脚摔电吼，残废啊。结果伊个团主搁甲伊放散呢。咱尽咱的力量都已经好啊，你嘛免管遐济。哦，啊，毋是毋捌读过书啊，啊，名讲较温柔、较体贴、较会使安尼一个。温柔体贴是咱做饭食了，温柔体贴就是生孙来生囝，我就不信嘞。哎，若讲吼，阮较早做翁仔某吼，人是床头拍，床尾和，哪有参就伊即阵安尼啦？即摆少年人我想拢无，代志遐尔啊济，什物感情袂合，个性袂合啦，无爱情啦，哪会遐复杂？这吼，这就敢若亲像迄外省人咧讲国语吼，讲代沟，就是迄前一代的含下一代的想法，敢若迄落卖踢个狗仔水袂通啦。乌皮国，咱厝前厝后吼，逐条狗仔水嘛通，哪会袂通？阿母，请来，我今仔日叫你去甲我领迄2万块，你即马好好无？哦再打下电来。拢早一个身躯，我今日胖见。来，起去啊！好，阿母，你讲你无偏心，原来你有偷我无真心，偷也钱互大嫂吼。哎呦，你误会啊啦，毋是，迄是菜我寄我的钱啦。爹你，我看吼，是伊这边挑你的少，迄边摕2万块对无？我哪拢毋捌看人家钱互你过。你讲话上早结婚的啊？你看咱怎？我哪是问题的大嫂哦？大嫂啥啊？了不起啊！大嫂吼，嘛不过是伫咧厝食迄个饭，会摕钱安尼啦。你讲这是啥呀？这我家己赚的钱呢。你赚的，我就毋捌看过你赚过。无啊，敢讲我摕钱互阿母，就讲请你来看咧哈？啊，你若光明正大吼，毋免叫我看啦。你这个傻查某呀！啊，你是想讲你替好家生一个囝，你就瞎摆啊嘛？一日到毋敢来还甲阮一下冤家，即马甲伊话无够，要过来甲我冤你个扫帚车啦！你是小狗啦，我袂飞，我袂加啦。哼，我是小狗，你小查某。哎呦，好啊啦，你莫换啊，减讲2外好嘛。会用的啦，伊无读啥物书吼，我无爱插伊啦，无要紧啦。啊，毋过阿母，你做人安那公平呢？是安怎伊有钱通摕，我就无。好啦，我嘛互你2万块，你毋着好？阿母，这2万哦，我替好家生一个孙呢，伊敢有生？管了，你全身过分了你？我结婚，今仔日若较有出大哦，我就免受这种气啊啦。你看你老母，谁人对待恁大兄的某呢？啊，谁人对待我呢？你摕恁大兄就我就通批评的啦，我气到要免死。你吼爱伫阮老母甲大嫂面头前乱东乱西，目无寸条，你敢来要有我这个翁婿哟？恁老爸无甲你教我安怎做人的媳妇？好，恁好家了不起，恁大家拢阿徛救我，我才能叫你翻命啦。好啊啦，咱莫哭啊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若甲我生一个孙哦，我20万互你嘛好。免啦，我敢这钱我嘛不爱你啊。我今仔要钱的是一口气尔啦。才有意思啊，你就听伊讲话。啊我咧，我才是安怎对待我咧？凭
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阵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你若要这早就放我水里去，你若要离开我，哪有人敢甲我欺负？啊，有你啊！你若要这早就去啦！花啊，阿母知影你受委屈啦，阿母是个守寡的人，我知影你心肝来艰苦。阿母啊，我对好家吼，我真心真意，我安怎做我拢无怨言。但是为什么我都爱受？是我恁安尼甲我欺负，我哪都会安尼甲我欺负？阿母知影，小姑咧讲吼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今仔会安尼吞忍，嘛是想讲要好家安尼一家安尼和和气气，家运会当兴旺袂？我看好家，我是住袂落啊！我感觉搬出来住，万要互我娘安尼甲我玩咯。你千万唔通安尼做哦！咱好家哦，咱大家新妇感情上好尔，会用讲相依为命。啊，你敢忍心放阿母做你去？唔通讲即款戆话啊！吼！阿母啊，毋是讲我要甲你计较啦，你有感觉无？自从我英啊搬入咱好家了后，咱厝内底逐工都安尼换来换去啊，吵吵闹闹，咱无一天平静的日子。我无爱搁安尼落去。我若搬出来住，你阿母你较问知啊，嘛会好做人，陪得到咱厝内底就会较平静，安尼毋是加较好？我玲啊吼，伊安尼啊送细，阿母是知影。你看到阿母的面子，莫插伊。你做伙住爱好家，吼！阿母知影你是一个好媳妇，吼。厝内底，阿母你有感觉无？厝内底若是有手拄伫咧，嘛袂变甲今仔日安尼。对啦，我摕架金盘来要互你。阿母，我也无甲你讨价金盘，你摕价金盘互我要创啥啦？今仔就是为着这个钱，你毋才甲我你冤到安尼。我知影你受委屈，你做你摕转去，你要安怎用做你用，我你也无话讲啊。阿母啊，都知影我都袂晓管钱，卖啦！你甲我收咧啦，我袂晓管钱啦。大家新妇感情就是遐尔啊好，大家拢无分，我恁也毋才会误会。袂啦，阿母，你甲我拍算，你甲我想看要安怎用就好啊啦，好无？好无？好。阿母才甲你发咯，吼。无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母你免啦，汉娜，阮摕就好啊啦。对啦。放这，孙中呀，你这来呀。一阵一阵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有够笨他。
矛盾。好啊，免搁扣啊，大家紧扣扣的吼，等下不煮两下好了，互恁食。我要食三碗饭，以后伊才后贵啦，才这大锅。好啊啦，恁拢莫吵，咱紧甲阿母斗吧。啊对了，我们去看就好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你三个有啥物代志是？阿母，今仔日顺昌遐帮阮斗做足侪代志的，咱敢会使留伊落来食暗饭？当然会使啊，就是讲顺昌无甲咱斗相共，咱嘛会用请伊来食饭啊。真是啊！妈妈啥物时阵捌骗人啊？多谢阿姨。多谢阿母。哎，我早收饭多谢阿母。我早收来要食饭啊。我有一个想法呢，要算啥物？毋是说啦，你想看嘛？阿姨煮饭互阮食最辛苦的，阮甲厝内底拼操先去，互伊欢喜一下。好啊，安尼就好耍诶。即摆阮就开始。好。你哪会这么乖啊？出来跟恁扫跑卡去倒顶哈？是顺昌啊。毋是，是阮三个。好，恁三个足乖，所以今日扫好好，咱下暝要食饭啊哈。好，阿母。是阿母。你哪会使叫阿母啦？我哪会袂使叫？你叫阿母就是我的小弟呢。我比你较大汉呢。我嘛比你较大，要毋过我嘛叫爷姊啊。为虾米啊？老师的意思就是讲，我比我较早来互阿母做查某囝，所以我是恁的姐姐。我才袂咧。安尼就无啦母，无啦母。你先去要食饭啊。哎呦，现在现在，伊是你偌日比较牛伊。我想我先去。不要你卖账，你卖账。对要诶。不是耶。拍就大。来，会用食饭啊？哦。老是的，慢慢来食，较细嘴的。顺昌呀，你食，卖客气。谢谢。像啊，家己食哈。阿母，你好乖。老是的，慢慢来食啦，安尼会夹着啦。阿姨，安怎是？阿姨，因人我会使带恁兜无？唔好啦，你若是无甲恁阿爸讲，恁阿爸会烦恼啊。袂啦，阮阿爸随查我，伊讲我住喺遮学工，逐工拢无要紧啦。阿母，好啦，互顺昌呀留啊，安尼伊会使教我，甲老师的，甲阮读书啊，好无啦？对啊，老师的。阿母，你有叫我到酒钱啊？你就答应啊？你啊，对吧？老师，你做话呢？阿母，你应答应啊，无必要来煮去啊。哎呦，别拍啦，来，紧食饭。食好，紧食。陈昌，你若是有甲恁阿爸讲，安尼你硬永都爱食。
安怎是？你安怎啊？你这你讲啊？我今仔就快乐了，多谢你啦。你免这么客气，紧去困吼。你两个嘛紧困，袂用讲话哦。